今仔日，有第一舞群台语练习的房间，阮有去倒来一寡新朋友。这新朋友呢，其实拢查某的较济。我想讲，可能舞群啊，互人感觉讲诚温暖。啊，伊舞群阁是遮活泼，阁是一个查某的，所以伫伊内底就会声甲诚济查甫的网友甲伊声过来。啊，因其实拢想要练台语，但是呢，台语真正是讲甲诚无好，可能有诶听嘛听无好势，听袂好势。但是就是舞群啊，就是有一寡耐心。啊，我嘛发觉着讲，我著袂讲听甲做牙药的，就是听甲诚痛苦。啊，我袂呢，我著开始讲，嘛诚趣味。啊，听我同事一个查某同事讲台语啊，伊嘛是讲甲较袂好势，但是我嘛会开始用心听。因为我有即个过程，就是讲台语讲袂好势，即种过程，我著豆豆会当接受讲，有一寡当咧学台语的人，伊有心伫学。啊，虽然讲啊无好势，但是著会不要紧，就是会讲，嘛是斗阵讲，斗阵听，互伊一寡帮衬。就是讲，要创造一个较友善的环境，当然嘛是有台语诚好的人起来，啊，有人嘛是有耐心，就和伊教嘛教大家台语，我嘛会当听一寡讲，原来这台语的用法是安尼讲的，拢有学着，就袂讲。像一寡人可能就是台语诚好，所以伊听着台语无好势的人，就紧酸。我即摆我的心态就有改变，就会当讲豆豆听，有即种耐心。想讲人有心去学台语，嘛诚好，嘛毋免讲动不动就互人建议啊，无就动不动就去批评讲别人的台语无好。其实因嘛有其他语言讲啊诚好诶，什物法国话啊，南美洲诶话啊，有诶无诶。其实人是拄好伫学台语，但是人别种诶语言，一定是讲啊，拢有伊诶优点。我即摆就豆豆知影讲，有我诶想法。有较大汉啊，就是有一寡看法，就有成长。就譬如讲，我看今仔赛事，有一个节目，虽然嘛是靠天性讲较上好，其他就是伊可能嘛想要帮助其他的。道地讲心理师啊，互因讲啊，嘛是讲伫节目内底嘛是想要教这心理师安怎甲人帮助。所以讲，迄个时阵我有看到一个来宾伊是讲伊国中时阵就是有忧郁症，阁做严重的变讲，所以讲，伊读大学是读心理系。心理系的时阵，大家就想讲，你若做心理师，你就会使知影讲，你以前有即种忧郁症的经验，所以你就会使帮助其他的人。即种帮助就无共款啦。就亲像讲我讲台语。有人是讲，伊直有机会讲台语，无就是语感较好，就是伊直讲啊诚好势。
但是呢，伊可能无即个心，伊就是听人当地学的时阵，就无耐心，啊无就会甲人泼冷水。啊，若像我就有即种过程，就是拄仔开始讲无啥好，音无正，但是我就豆豆仔去练习。所以讲我即马变成讲，就知影讲台语无好的人，伊有啥物困难，就袂讲用即种讲袂好势，就莫讲啊，无我耳孔就是听甲做袂爽快，我就较袂有即种心情啊，有调整过来。所以讲，就是咱的社会就希望讲每一个人拢是做完美的，所以讲若讲有人伫人生的路上跋倒，这就是迄个人的代志，就是伊不如别人，这伊就是爱家己爬起来。伊若讲无好好爬起来，是破病啊，是讲学歹，学一寡无好的代志，这就是人生的失败，是个人的代志。这是咱社会观念，每一个人看起来拢爱诚成功、诚完美，拢是爱第一名。但是呢，学着赛事以后，咱就知影讲，因为有失败经验，较知影讲第一点，毋免去满足别人的期待。像我以早想要做主管嘛，就是因为讲听姊仔姊夫，即种足成功的人，甲我考劝讲，你即摆若讲不爱伫这公司啊，做一个主管啊，以后你就是会无即个价值，做一个工程师，啊，搁普通的工程师，这足紧的，就是讲，就会无头路，安怎，就是爱追求成功，追求讲第一名，找公司嘛爱找上好的，上有价值，做一个对公司上有价值的人。我就是受到即种影响，变讲我若安怎生活，我就是为着别人的期待，无就是别人的标准讲出来，我就想讲我应该需要安尼。但是毋是每一个人拢会成功啊，因为成功就是一个两个，就亲像奥运嘛，奥运摕金牌、银牌的人、铜牌的人，就是这几个人尔。其他的人咧，变讲咱这社会就是讲，你若无成功，你就免讲话，你就去追求你的成功。若讲你这年岁啊，还袂成功，就惨嘛，就扣价。这是咱社会观念，就使足侪人就开始忧郁啊，开始破病，开始无快乐。所以我即马想的，就是讲，因为有即种经验，就是讲想要做主管，但是失败经验，互我知影讲，像以早我就想讲，哪会重要的代志，三八罐，五八罐，哪会无找我？较重要的代志，我若拢讲是公司无重要的人，若公司办不离，讲要甲一寡人，要互一寡人讲无头路，一定会选着我，我就会去想即种物件。所以迄个时阵，2年前我就想讲要做公司上重要的代志，拢上好拢找我。若是找别人无找我，我就足失望的。我的人生就是为着即个公司伫我。我即马无啊，无共啊，因为我就开始去学物件，去学台语，去做足侪代志，拢是家己喜意的代志。有时阵阁会去找人开讲，甲朋友开讲，变成讲
若讲公司就一直安排上重要诶代志做重诶工课拢交互我，这是我以早诶期待。但是即马我就颠倒无需要安尼，因为我想要搁较侪时间做我家己想要做诶代志。我有改变，但是这改变毋是讲一开始就想会开，一开始嘛是诚痛苦，就做想要做重要诶代志，但是佫无代志做，佫会怨叹主管哪会无目睭，无看到我遮拍拼诶人伫遮，要等待你来互我做重要任务。这是2年前诶我。所以讲，即个时阵我无经过即个时阵诶这段时间，去转变，就亲像讲，今仔我看到迄忧郁症诶少年仔，伊就是伊若无经过即种时间，伊就无法度成长。就亲像我写我诶小说，法律爱上我。我诶主角嘛是啊，咱主角本来就是诚完美诶人，厝内阁有钱，阁有才调，阁诚巧诶一个人，一个天才。但是我安排互伊破病10年，这用意就是为着互伊知影讲，爱情诶意义，替一个人爱诶即个意义。伊若讲无这10年，遮痛苦诶即种经验，伊可能嘛会想讲奇怪，这阮小弟嘛无偌好咧，我哪会爱接受阮小弟诶追求，伊就会疏忽即种爱，变讲其实有时阵看起来就是无完美嘛，像阮主角阁摕掠去关，有前科，就因为阁摕受着一寡折磨，后身躯阁足侪空喙诶，阁有无光彩过去，阁有神经病诶病史。这拢是有用意的，就是互伊知影讲，啥物代志对伊来讲是重要的。咱的人生其实我想的嘛是安尼，无互你诚顺利，就是爱互你想清楚一寡代志。但是有人是无法度想好清楚，因为伊就是一直伫痛苦内底，像阮隔壁诶同事，伊就看代志，就袂讲看表面，伊就会讲，伊就会看别种诶角度，无就是看较深诶角度。这虽然讲伊诶人生无讲拄着啥物足重大诶代志，但是这可能是伊天生诶，伊可能有轮回足侪届啊。足侪摆所以伊拢有一寡人生的智慧。但是我嘛因为讲，伊的智慧嘛会使互我去思考，讲有一寡代志莫看表面，有人若讲对你好，对你无好，这无代表讲真正伊就是好还是歹。有时阵是一种考验，就亲像阮真主管嘛，真上司，伊离开公司啊。伊若迄个时阵，讲足欣赏我，其实我即马嘛袂讲去找一寡家己真正爱做诶代志，我就会叫是讲，我就是爱做公司诶代志。公司感觉有价值，公司会肯定我诶代志，较是我想要做诶代志。其实毋是啦，因为我安尼就变讲我追求诶物件，毋是真正问我家己诶内心，只是看公司啥物代志上重要，就亲像讲主管有一个别部门诶主管，人讲伊是
沈猛龙2.0吼，即个主管伊就是讲，伊的人生无想好清楚，变讲伊就会看讲对公司做始终的。公司即马若讲要推出啥物物件，公司的重点是啥物物件，伊就开始去经营去努力。虽然嘛真好，但是伊就是讲，这过程中间，伊就无想着讲有一寡伊的下骹手人可能无遐完美，但是有伊的价值，但是这个主管就无可能看会着嘛。伊的人生嘛是为着即个公司第一活，就为着讲看会使讲搁伫公司的位，即位置，伫公司的地位，搁较稳，无就互头家介意，欣赏伊，就变讲伊的人生的目标，就变成安尼。这嘛真可惜。因为都无想好清楚，无找着家己。我即摆嘛是讲有，豆豆去找家己想要做啥，嘛无一定讲，公司当然希望讲员工做认真做拍拼。我嘛是有做一寡公司的工课，但是我嘛是会讲，有啥物我爱做的代志，我嘛是会去。加减做，无遐乖啦就变讲，但是我就感觉讲，这上班的日子嘛有趣味啊。虽然我毋是上拍拼、上认真的，但是伫人生的过程中，我有豆豆听到家己的声音，甲家己去，就袂讲。真痛苦，痛苦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会强求讲别人爱安怎看我，安怎欣赏我这个人。这当然就会造成一寡痛苦。因为无可能遮顺利，遮达到我的心意嘛。我即摆就是讲，学物件拄着朋友搁有学台语这个代志因为学台语嘛有一寡无共款的代志，甲写小说就无共，写小说就大家拢想讲，希望伊的小说真侪人看。我即摆其实嘛是会去甲别人的小说，我是无看，我有家点赞，我嘛是会想讲这赞嘛真侪呢。30几个、50几个，奇怪，我迄个时阵写小说，哪会拢无啥物人会甲我点赞？我嘛是有这种想法，但是这想法袂讲真久，造成真痛苦的，袂讲互我痛苦真久。这嘛是袂歹啦，就是讲，因为有别种代志去追求若是讲我今仔去听台语的广播，无就是听 Clubhouse， 我就讲今仔听着一个台语真好的人，今仔学着啥物台语，即摆台语有进步，就是无像讲写小说，逐个拢伫遐等别人欣赏，但是就是做学等的。变讲这愈来愈矮，心情愈来愈无希望。我即摆就是想讲，反正我嘛无一定爱怎讲，我嘛无一定就是爱写小说这一件代志虽然我嘛无放弃但是我就豆看用台语写嘛会当反正学台语学起来，嘛是真快乐的代志。有别种的，实在别种的朋友搁有看听别人讲台语，就欢喜讲今仔日拄着一个台语真好的人，搁加学一寡物件，因为学着物件欢喜。这就是我去创造的快乐的物件。
因为写小说虽然嘛有可能就是讲，今仔日有2个人甲我点赞，真欢喜。但是即种欢喜，就是你坐伫遐等别人欣赏，这就亲像讲，进前2年前，我想要做一个小主管共款，我就是伫遐嘛无真正拍拼，就是伫遐就想空想芳讲，我即摆安尼看起来真认真，有一个主管会来甲我欣赏无？都做亲像我写小说，等即个网友有欣赏。但是呢，我即摆学物件都无共款啦，学物件其实是较快乐的，因为学物件就是有学着，以早袂晓，即摆会晓啊。这就是一种成就啦。变讲其实我即摆做人就是爱较巧的，有一寡物件就是会互我痛苦的物件。你要做主管，主管其实嘛，足侪人想要做，嘛无一定讲是你较拍拼，你就有机会，你就有希望。有足侪因素嘛，嘛有可能讲你这个人的特色，就是互别人讲袂合，你做主管袂合。我若真正做主管，我嘛会惊吓，惊讲我会失去这主管的位，有人会讲会甲我创掉，我阁会烦恼呢。变讲我即摆追求的物件，我都爱会真巧。第一个就是学物件，学物件的话，就是讲学物件的人其实人拢是人较好。像我去学迄程序阮这个群组内底，每一人拢真好诶，因为袂讲为着去学物件，就歹看面袂啦。我去学赛事内底每一人嘛真好。这是因为即个时间，逐个拢伫学物件，拢是同学，所以每一人拢是好人。我就知影即件代志，就是讲我今仔选择做啥物代志，就是会有无共款的快乐。我今仔若是讲要去竞争，无就是我想要去趁钱，因为每一人拢想要趁钱，所以你若讲，我想要去趁钱，都袂偌快乐啊，因为你嘛趁袂过别人，变讲是竞争嘛。你今仔知影有一个 idea，别人嘛会学无你就会发觉着讲你的智慧毋是上悬趁钱的智慧。人讲足侪忧郁症的人，连 J.K. 罗琳嘛是，变讲伊写册写到第1名，为虾米佫有忧郁症呢？这就是人奇怪的所在。我即摆学物件，人会想讲你这学这袂趁钱，但是我会当趁着一群，就是无啥物无啥物冲突，无啥物利害冲突的一群斗阵的伴，我会趁着快乐。所以变讲，我无一定爱去做啥物，大家心目中讲应该爱安尼，写小说写甲大家亲起来，大家拢熟悉，有一寡地位，其实毋免安尼。我就嘛会使选择，我就是去学物件。这就无竞争而且开钱嘛。开钱的物件，其实大家是变讲，我讲要去上课找好老师较简单，但是我若今仔讲要去趁钱，我要去做台语老师，就有竞争就有人会开始嫌讲你这台语嘛讲无啥好势佫想要趁钱，就甲你怨叹就亲像我今仔日要讲去找这个台语老师，伊是冰淇淋老师，伊可能就台语讲无诚好势，我可能我就会心肝内想讲嘛无诚好势，搁爱趁钱。变讲我若讲做代志是选即种大家讲
感觉会趁钱啊，较有前途，但是不一定会快乐。嘿，这是我的想法。我著豆豆学物件，像我程序我作业都无够，无够就刷刷去啊，莫互家己伤大的压力，嘿，就是安尼。过来就是一种选择的问题哦，像我若讲我伫外口讲台语，迄店员不爱和我讲，伊教台语就较生疏，无伊就是转去厝较会讲，迄拢袂要紧，拢是大家的选择。就亲像讲，我进前咧写小说嘛，我就为着讲，想讲我想要大家看我的小说，无我就用心去看别人的小说。有一人写一个查某的跳人轮奸的故事，我讲这人真有勇气，愿意选这种是讲做流行、做主流的题目来写小说。所以迄个时阵，我就真正有好好用心看伊的小说。但是就变讲我可能有去讲我一寡感想嘛。但是迄个作者伊嘛做一个选择，伊就是对我白爽，伊就想讲为什么我讲我拢安怎讲，我就介意迄个歹人，伊内底小说内底歹人，安尼会伤害着其他甲伊有交情的网友嘛。奇怪，这网友嘛无出声，嘛无讲话，敢若我伫遐甲伊赞声尔，但是伊就是牺牲我这个人，为着一寡私底下甲伊七七吐吐，但是无像我讲，就甲伊留一个甲伊饲一个赞啊，甲伊留一寡文字啊，留一寡评论的人，变讲我就愿意做这项代志，但是伊就是会去听私底下，我嘛毋知影是毋是有真正有即群朋友因就是因为有投射嘛，投射讲，即个主角你无去听这主角，你去听歹人，就像别人看8点档嘛，看着歹人看甲足气的，结果迄演员去买物件，人拢不爱卖互伊，就是即种感觉嘛，